今天我们来开箱一个海大给索尼黑卡系列设计的滤镜套装，它里面包含了一块磁吸 UV，一个1/4的黑柔滤镜和一个 CPL。打开包装以后呢，我们能看到一个复古设计的滤镜包，里边有4个小东西，从左到右依次是磁吸 UV、滤镜转接环、1/4黑柔和 CPL。现在我们把它装到相机上，第一步就是把磁吸 UV 装上去，它的连接方式是靠背面的 3M 双面胶贴在镜头前。我们先把镜头伸出来对比一下，双面胶的大小跟镜头大小一致，贴上去后镜头的状态就是这样，整机看起来并不会觉得突兀。我们要装滤镜的时候，可以先将滤镜通过磁吸吸附在转接环上，再将转接环吸附到磁吸 UV 上，就这么简单。